Hello， 欢迎来到高高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知道吗？有句话说呢，美浓出博士，而凤林出告纵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刚刚提到的告纵啊，就是校长的意思哦。那你刚刚那句话呢，代表的是凤林人文荟萃哦。那么在凤林呢，其实它的人口数量是11000多人，但是校长的人数就来到了100多人，密度非常的高哦。那么在当地很多人也投身教育界当老师，这也是客家人重视教育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提到了老师，就叫做省桑，省桑就是老师。那另外我还知道呢，在凤林当地还有一间校长梦工厂。里头也很特别哦，它有一些纸本的资料，也有口述历史，告诉大家呢为什么凤林出校长，为什么凤林有校长之乡的美名哦。而刚刚提到了纸就是字，字就是纸哦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凤林出很多校长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凤林出一斗告纵，凤林出一斗告纵。今天勾勾公哈巴呢就带您到凤林去逛逛。这里就是我们凤林校长梦工厂，很有味道哎。我看资料说啊，这里除了告纵的人数很多之外，省桑的人数也很多哎。对，因为我们凤林人很重视教育。为什么这里要叫做告纵梦工厂啊？因为这里是一个生产教育梦想的地方，我们凤林已经出了100多名校长了，所以这里叫做校长梦工厂。我觉得这座告纵梦工厂啊，它除了有字的介绍啊，还有照片可以看，很有趣。前面还有一些文物，你可以参观看看。我觉得这个校长梦工厂啊，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。对啊，而且它现在呢也成了凤林有名的观光景点了呢。因此啊，我们要来到凤林的时候，一定要来逛逛这个校长梦工厂。校长就是告纵，告纵就是校长了。而在凤林呢，除了有很多的校长之外，有很多的老师哦。老师就是省桑，省桑就是老师。当然呢，来到了这个校长梦工厂里面呢，有很多的纸本资料，而纸就是字。纸就是字，没错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凤林出很多校长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凤林出一斗告纵，凤林出一斗告纵。今天勾勾公哈巴呢，就带您好好逛逛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